杯，大熱係2。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喵中間紫色眼罩、黑衫黑帽咧，就係呢隻喵怪都上嚟啦。外邊啊環球英雄啦，馬林裏邊綠衫奇異歡聲埋邊灰馬電玩精英揈出去外邊嘅話有川河石區，大外檔係環同啊。最後200零米，喵怪沿住個中檔出咗嚟先，中檔位置電玩精英亦都展開衝刺，外邊呢仲有呢隻奇異歡聲啊，咁啊偷入邊上就係時開心，接近終點，喵怪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係電玩精英啊。第3名時開心咧，喘咗上嚟喎。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奇異歡聲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喵怪咁啊，都處理手法啦，全程個走位際遇啊，咁啊都係相當好。結果拋甩野馬，捧走賽馬天下50週年紀念杯。電玩精英第2，時開心就跑第3，第4名係奇異歡聲。好啦，恭喜晒毛偉傑啦，繼續有好成績啊！喵怪贏。